满足人一切的需要。若没有你这场婚礼的亲朋好友，得以执守婚约、信守立约的婚姻誓言，以无比的慈爱及喜乐充满他们，建立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家庭，能讲出圣经中婚姻及跟神之间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并在这里恭喜我们的新人，愿主耶稣的福气能够充充满满你们。非常感谢主，虽然今天天气有一点比较冷，但是我们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也带来了祝福，使我们能够得到温暖。谢谢主耶稣，相信我们也从高雄的新娘娘家亲家，也相信看到我们这么热烈的能够参与这场婚礼，相信都很高兴。愿主耶稣能够祝福祝福我们双方的主婚人，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以及我们萨拉维纳古隆鲁米达一起能够在这里来共享圣体，来带着神的祝福来祝福这一对新人。非常感谢主耶稣，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人也照他的形象来造了我们人，也造了人，也就是当时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的，就是亚当，然后就成为一个夫妻的人生了。所以什么叫做离开？哇，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这个要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独立。会做，你帮我姐姐，今天开始，你们今天就是离开父母，就是要独立了，就是在思想上方面，在经济上的方面，在各方面的生活，有什么问题不要动不动娘啊，帮我解决问题，妈，我有问题，帮我解决，没有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要坐下来谈，来讨论，有什么问题，你们必须要独立。这个就是离开父母的意思。都不要说动不动我没有钱了用完了又找妈妈，而是你们要想办法，要怎样子才有钱存到银行里面，你必须要想办法，要讨论。这个叫做离开，就是独立了，就是长辈们再见，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你们是从这样的这个世恒他是出生在这个地方迪娃他是从高雄出生高雄的是吧？还是的生活跟我们台湾有所差异。那么今天跟这个世恒的生活可能也有所差异，所以有还是有，毕竟是人，没有错。我跟我太太结婚快30年，我们现在还在磨合期的，还在磨合期，所以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坐下来谈，甚至有时候很大声，甚至于闭口不言，不讲话的，也是那已经结婚了，那圣经告诉我们，结婚之后人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有问题怎么办？是不是我就走回到娘家？是不是我不管了？我搬出去了？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么要如何维持这种的婚姻的生活呢？就是要专一。我们要强调专一。过去是很以往可能你过去也有男朋友，有吗？有啊，对不对？是很，你过去有没有女朋友？有啊，对。那么你们今天已经结婚了，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你们不要再想过去你们所恋爱的或所欣赏的女朋友、男朋友。今天开始，你们必须要专一，要专一。无论如何，碰到什么困难，只有你是帮助我的，我有你才是我的，所以你们不要再去想别的，这样才能够维持婚姻。在这个过去
在今天以前，或许你们也有承诺，对不对？